呦，春兰妹妹，爱吃爱介绍，俺到6天，你向俺哥哥就好。哎呦，俺听话又再讲到无后难的嘞，样板俺讲的话，你就唔信俺咯哈？你呀，一到安就讲得有嘅冇诶，你爱张冇诶，苍蝇，哼，俺好，俺就敌呀，你看俺无双眼，等俺那好好表现的时间，你总有一日。妹妹啊，你就会爱上我的啊！哟，你门有乜关人？哎！开门啦！开门啦！我不管你啦，我喊我少爷啦。来嘞呀！嘿嘿，喂，人家吹4米粉，你吹很少哦。哈！哎呦，有米粉好食哦！唉，今日唔做就会老爱讲，害爱嘅太冲高，老小冲高，两下都给严家必备，严家当救人啲嘛。你说多么干呀？那因为他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那都是牙尾呀。少爷，你实在还没意思啊！原来呀，你有米粉好食，你也得要自家空到了房间度，偷的说，自家都该享受啊哈！给哦，你要做的呢？哪有嘛个米粉啊？嗨，你俩弄哎，哼，食材唔会看情况呢。看情况，我敢当真有暗哦。我认真来看下咧。哎，啊！哦，哎呀，我的嘞，原来少爷啊哈，二老人家小姐。2、3日，哎呦，好嘞啦！你一种在这个乱讲话，哼！你那冇讲话，冇人呐讲你个什么不害啦？点点，我就点。费心，来然后你个事情，有天为真，地为媒，乃唔会辜负你。那你下就多转去，然后那跟用情讲两门嘅事情，你一定会定爱哦。我相信你，对爱是真心嘅，我会啲了会定你。你放心，那唔会忘记，你讲好嘅约天啊。你的2、3日有约天哦，春兰，我嘅细心讲呢，来，你们要等阿哥哥来请你啊！开门开来做生意，人情泡泡一张纸，个想到变数是真欢喜，青菜绵绵随爱意。
有时也有个王则事，那家业公司唔是，有钱唔做做假生意，做下饭菜就唔当事，只爱满面笑眯眯，头名就用传千里呀，传千里，嘿嘿，个准备啊，开店来做生意咯。先来呀，凊彩到那个桌顶啊哈，整理一下。心肝情难言，酒钱两，出茶龙炖归难。风春自然见，一朵个难，心机马来记分，又安慰呀。忙，他儿就会俩件，真咪落去。年客啊，一年客来嘞！哎呦，抢，啊，两位坐，啊，两位坐，哎呀，抢坐。个唔对啊，我什么个东西哈？个千量反复无要紧哦。头家，哎，将你俩位送等嘅酒菜全部老眼丢出来。好，唔等啊，我马上就来去准备。哎呀，头家，竟用我按摩卫生啊，按用很爱用白色的东西啊！排泄啦，跟爱吼，马上哦，让唔多英文还强烈啊！排
太水啦，抢用，抢用。奇怪嘞，见没老将军吗？竟会出现错了啊！坏哩啦，莫非他知道我丢错了件下站？总得要夹到的最通知公主。头家，哎，老爱算一下几多钱？哦，一穷一两元，好，头家，哎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爱问你，可能麻烦你替我查一下。一名嘅儿子名汉良慧信，佢呀系大在哪间房呢？呀，歹势哦，爱无方便啊，凊彩老人讲人客嘅事实。嘅头家啊，唔知按样有方便也系无方便啊？哇，按多钱哦，方便方便呐！既然系方便，咁就麻烦头家你土嗌来去。那有乜嘅问题，听我来抢。他2人約天終神雕後，神雕一夜夫妻，途中也已經有幾個旨意，不過問他記到現下，還係唔定係尊敬嘅身份，我應該要請佢機會，留記說明白。離開國內也有段時間咧，我要留一封書信本父王，本父王提供我來啲種面蔬菜，希望父王佢能來諒解啊！公主啊！公主，不好了！虽然發生乜嘅事情，你慢慢講。公主，我方才看到老將軍，是，有冇可能？係唔係看唔出咧？公主，我冇可能看唔上。一天太忙，提到你叫來總面，姑嫂派到老將軍來做你呀！對啊。
春兰，天下我用得上，但係必得再起嘅吧？管他幾番情動愛，了，公主，那麼容易用我咧？哎，你家叫誒，你希望拖住我？奇怪，這個房門用佢無關，來人，來錢。奇怪，都冇人。是，跳家啊，你客廳就係兩間喎。我檢查就會兩件啦。啊，奇怪，用完可能會冇人啦。也只送嘅茶，還係少嘅。今天係本季發現，你哋話還期待做乜嘢？來呀！今天我愛簽到公主。来冇要紧，呀，你莫管啊，你先走，公主，做不得，也做不得表你一个人，也莫放心，也莫表你一个人。春兰，行来嘅吧，到时间后，你两人就会做起，结婚后就会请到你，你得去通知问他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去，叫公主。你自己会小心吗？等我再来。你哋让佢散开！我可能你一定要转移。向公主念了了。好了，公主，你受讲了。亲爱父王，请你调来亲爱家。公主，自从你离开了后，太公非常的担心。哭诉，记者很爱来采状元，爱来亲你。阿母。
俺唔定用办，有太公交代啊！既然你已經經係平安無事，竟然早得離開了。太公交代，俺嘅天愛土兒順氣，所機排泄，公主二天愛天愛順氣。你哋怎麼